印度的空气污染大部分是真严重，受到 PM2.5的数值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25倍遐济。病院有真济打出是红眼啊，因为空气插片无法度喘气。虽然印度政府是赶紧停课停工，禁止柴油车，不过认真来讲，这农民烧稻草造成污染，因为无法通管，才是上接力的。这一个月段油烟天花地靠袂平。 面内大上出汤，医生讲，伊是因为新德里插鼻的空气造成身体无爽快。ऐसे घबराता है थोड़ा बहुत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जकड़न सर इसमें。急诊室有真侪喘气困难的囡仔，大部分拢是气管加肺炎。每年冬天有3000万人口的新德里，定定排伫全世界空气污染大城市的前几名。工厂汽车排出来废气。 季节性烧稻啊，拢是原因。当局宣布紧急关闭学校，停止建设施工，柴油车也袂当驶。养过农民也是继续烧稻啊。政府无在调百姓的靠家己。We are planning to move out of Delhi. नर्सरी में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एक्चुअली इंडोर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हूँ थोड़ा सा। हमने तो इतना बेचा सर पूछो मत। अब इस टाइम तो सर यहाँ पे हमारा डिस्प्ले का पीस लगा था ना सर। 根据时事即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L 的资料。 新德里吹到 PM2.5每立方公尺392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达的25倍较低。医生警告讲，德里有毒的空气已经和无食薰的人的肺，袂输敢若是食薰食20几吨的人的肺共款。另外，美国芝加哥大学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和德里居民的平均寿命减11.9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